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又是震荡的一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 ，A 股这个沪指微涨0.29%，深成指涨0.33%，创业板指数跌0.11%，沪深两市成交量超过1.7万亿，比昨天萎缩了4000多亿，也就是缩量震荡。今天市场比较活跃的就是消费板块，因为大家都赌未来要刺激消费，那么利好这些商业百货板块今天我看很多房地产这个上市公司居然也在反弹，就说明这个胡适已经是涨无可涨，没有什么热点，没有一个板块说能带领胡适冲锋陷阵涨到4000点，全靠这个故事讲完讲那个故事讲完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没有办法持续。它美股为什么走慢牛？因为它有这个科技股，什么七朵金花一直在涨。说通俗一点就是胡适它没有主心骨，没有一个主流行业领涨，都是各涨3-5天，有的是各涨1-2天，有的是各涨几个小时，俗称涨电牛今天上涨的股票有3800多只，下跌的不到2000只，涨多跌少。对那些金融消费者来说自称短线高手的，恐怕这样的这个胡适还不差。最近这2天似乎这个玄学炒股消停了一阵子。昨天这个清华大学加金融研究院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他在接受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采访时，他说要解决掉中国股市的顽疾，就能够迎来真正的长牛、慢牛、健康牛这个院长这观点跟咱们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胡适的病顽疾也给他治好了，才能迎来慢牛、长牛。田轩表示，中国现在是以散户为主，这不是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也不是一个我们期许的所谓慢牛、长牛、健康牛。还是有专家愿意出来说点真话的，这就不怕得罪散户不怕得罪金融消费者。这个田轩说100年前美国也绝大多数都是个人投资者，为什么100年以后美国的这些个人投资者都没有了？一轮一轮的清洗震荡，让这些个人投资人们意识到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个股的投资，所以你会看到这些个人投资者逐渐退出了资本市场。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退出了，而是不再亲自操盘，改为通过机构来投资。田轩说田轩认为中国未来资本市场发展一个方向，就是要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改变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市场格局。这个就是咱们这节目经常说的，实际上每一次救市都是在打断这个进程。本来到2700点，如果跌到2000点，这些散户恐怕血本无归胡一进老师绝望，对吧？胡一进老师这样的大散户绝望，散户发誓不再参与，散户发现投资这个是个专业的活，你自己拿着钱进去，那就是伸着脑袋让人砍。只有这样，这个胡适他才能正常起来，要不然的话，这个胡适他就炒什么川大智胜，他就炒沙普埃斯他就炒什么东南西北中发白，炒生肖，炒属蛇的，炒葫芦娃，而且葫芦娃就是7个涨停，这不就是散户太多导致的吗？明知这个股票已经被处分了，但是只要有风吹草动，散户立马蜂拥而至，这些游资就利用这个特点疯狂的收割这些散户。我一直说只有把这些散户消灭了，咱们现在90%是散户，如果散户只占30%，那这个市场就健康多了。剩下的那30%的散户他已经不是散户，他恐怕比机构还专业，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你想割他很难，把那些60%的散户把他们不是说不让他们参入资本市场，而是把他们对吧，让他们自己自愿的转移到机构那儿。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机构目前这个机构也确实对吧，也谈不上真正的机构因为机构就是个大散户。所以你说这问题在哪儿？2022年、2023年公募基金帮基民赔了2万亿，但是他们自己的各种管理费对吧，各种灰色收入对吧，各种接盘高位站岗都搞得手软，但是基民损失2万亿。又有一位专家学者说国家队散户化是股市走牛的心腹大患。头条认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秦安发文指出说12月10号 A 股高开低走，又一些人被套在牛市，说前一日会议释放所有前所未有的利好，力度
堪比726更明确，并提出了稳地产、稳股市的要求。在香港股市应声向上的情况下， A 股依然走出类似于10月8号高开低走的态势。会议带来的重大利好，变成了无良知机构割韭菜赚取差价的盛宴。这些坐拥加巨额资本的机构，连装一天的耐心都没有，还能寄希望做什么耐心资本？从客观效果上看，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操纵资本，与普通股民为敌，企图扼杀来之不易的牛市。言下之意就是你让散户割了，那就对了；你机构割了散户，那就不对。你机构要晚一天跑，对吧？昨天按道理是高开2个点，涨5个点，让散户先跑，最后你机构被套，你机构再跑，这就是好的股市。你机构先跑了，把散户埋在里面，那就是与普通股民为敌，企图扼杀来之不易的牛市。说这些机构为什么跑？其行为和散户一个思维，操盘方式就是这个大散户见高就跑，见钱就搞，见利忘义，一次又一次的利用资本数量优势、机构信息优势、掌握技术优势，割普通散户的韭菜。具体来看怎么办？要抛弃唯利是图的思维，取消机构的一切特权，尤其是相对散户的优势。说机构作为国家队，尤其不能以即时收益作为核心评估指标，甚至是唯一的评估指标，要有长远目标。这其中不仅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且要维护公平正义，不能再给机构T+0的忽悠机会。这什么清安战略啊？这个纯粹就是讨好这个小散户，讨好金融消费者，这就是发动金融消费者来围攻国家队。那小散户把国家队割了，那就是天经地义，这个基本上不可能的。国家队到市场上就是来割小散的，而且是小散千呼万唤，欢迎他们来的。他每次来都是来救市的，是赶着让国家救市。那国家是勉为其难呐，派出国家队。结果你说国家队割小散，国家队那钱是谁的？全体老百姓的，对吧？你这些小散都是赌徒，难道还要全体老百姓补贴赌徒吗？赌徒难道立了什么功，做了什么贡献吗？实际上应该是这些机构用极其残忍但是合法合规的方法，对吧？你不能违法违规，应该用合法合规的手段把散户消灭，割的散户不敢再踏入股市。记住了这是合法合规的。美国的散户他不是自己跑的，实际上他是被机构割怕了，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料，所以人家老老实实的不参与股市，不参与二级市场，直接去买基金、买理财产品，做专业的事，对吧？你是非专业人士，你去跟人专业人士干，就好比你跑到那个拳台上，你要跟泰森打，你觉得自己还可以，对吧？你也长得挺壮，练过2下子，那结局是大家是能想象得到的。机构散户化纯粹是劣币逐良币导致的，散户太多，因为散户太多导致各种弊病，对吧？先不要说胡适内部了，在外盘就是胡适之外，就有各种培训班教你炒股的，什么抖音炒股，什么直播间，你知道那个骗局，那个诈骗，不都是因为散户要炒股吗？如果散户你说我不是这块料，我就不炒，我就买基金得了，那你不是买基金还要去报个班吧？这样连骗局骗子都少多了，骗子都没法生存。然后那谣言小道消息没人听呢，你也不炒股，你听那些谣言小道消息没用啊，因为你也不是买哪只股票你也不知道，对吧？你更不会打听那个董事长属什么的，董事长的女儿学什么专业的，对吧？你看一切乱象啊，这散户太多，这是根本原因。但是还有其他原因啊，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啊。所以你散户一多，最后导致什么呢？劣币逐良币，就机构基金私募它都散户化，这些机构基金它不跑，那等着你买它是吗？现在机构国家队已经把银行把什么2桶油拉得这么高，顶在那儿做耐心资本、长线资本，那你的散户他也不去接呀，游资也不去接，你以为国家队不累啊？所以他趁这个大家见高涨的时候，情绪高涨的时候，他出货，你埋怨他不该出货，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一听到什么保护中小投资者，保护他们的利益，有什么好保护的？这就是一群赌徒。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回了，就是这些上市公司违法犯罪，对吧？财务造假、信息披露，对吧？这个违法违规，这是另当别论。你是犯法那是不行的。只要这上市公司，对吧？券商他没有犯法，你老是保护那中小投资者干啥？为了中小投资者啊，你看看把那个做空机制给取消了，暂停。正因为暂停了做空机制，所以说那个新股也遭到爆炒。那新股一上市涨400%、500%，对吧？这一切乱象啊，都有这个散户在里面的影子，就是为了满足散户，对吧？量化他也给他限制，就是这样，散户他也不满意啊，他没挣着钱，他还要骂呀，对吧？还是认为你没有实行T+0。实际上我觉得啊，现在如果实行T+0是好事，恐怕加快散户的消失。所以我的节目啊一直说，这个咱们胡适为什么好不了？一个原
原因之一就是散户太多。咱们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老是保护散户，导致这个散户消失的过程啊变得太长。按道理啊，你这胡适发展了30年，散户应该差不多亡了，没了，这只剩下对吧20、30的这种顽固分子。他已经具备了这个理性投资者的这种素质和水平，对吧？他的投资理念不比那个机构差，天天喊着保护中小投资者，最后就是闹剧，就是玄学炒股，就是数字炒股，对吧？这个海外的机构啊，直呼看不懂。我们再看啊，今天有新闻呢，说招商证券投行部工资减半，奖金取消。这媒体报道啊，说这个震惊投行圈，头部券商投行业务大降薪，从半年盈利5亿到转为亏损。说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见闻的消息是投行业务砍半，奖金取消， IPO 逆周期调节之下，投行业务收入急剧萎缩。22年中期招商证券投行业务收入7.78亿，23年中期大幅下滑至44%，投行利润激进。到24年中期，招商投行业务收入再度萎缩至2.8亿，投行业务利润转为亏损。投行业务亏损，那投行部的员工奖金没了，那是正常，工资减半那也很正常。你这个业务都是亏损，投行业务亏损，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因为前一阵子股市低迷，新股发不出去，也是为了适应这些金融消费者呼声呢，所以 IPO 是暂停。那投行就是靠 IPO 赚钱嘛， IPO 业务暂停，甚至还有很多做了一半的业务，人家撤回了，那你说这个钱怎么收啊？工作做了，所以我说啊，为什么现在死乞白赖的也把它维护在3300点，不是为什么让散户赚钱，也不是什么所谓的牛市，目的就是要重启 IPO， 要不然这一级市场弄不了了，再这么下去，二级市场如果长期在2700点，那一级市场先黄，很多企业倒闭，失业加剧，所以它急需要把它扛在3300点，这样 IPO 好正常化、常态化。你看它这个堵点就打通了，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是散户来接盘，这样一级市场一活下来，它就更多的资本就去投股权，对吧？投创业公司，这创业公司做大了，他就招人，他基本上就这么个逻辑。要这么说的话啊，券商投行部员工啊降薪，这个绩效取消，这个也是暂时的啊，明年就好了。因为这个只要他挺在这个3000点以上，他 IPO 他就要常态化，要恢复到以前。咱们再看看这个大散户啊，胡鑫老师最近啊越来越活跃，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禁言之前的样子那个状态啊。除了他现在闭口不谈胡适之外，其他的方面已经无所不及了啊，包括年轻人的性生活。这个胡鑫老师说啊，他说很多国人现在实在太忙了，看到报道说啊，忙碌加上压力大，很多年轻人性生活都没兴趣了，报道管他叫性萧条，心理压力大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此普遍的过度忙碌，缺少时间休息，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大家都忙得出圈了，需要寻找原因，尽量加以缓解。胡鑫老师把这个性萧条啊归因于这个忙碌，年轻人太忙，这个恐怕不是真实原因。就是胡鑫老师说了，一个是压力大，一个是忙，就没时间导致的。然后他重点说的是没时间，恰恰是胡鑫老师啊，他就抓错了本质，本质应该是压力大。时间呢，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3-5分钟还挤不出来吗？本质原因是压力大。面对这个高房价，对吧？面对这彩礼，面对这个要失业，面对降薪，这一脑袋包啊，哪有心情呢？不过胡鑫老师啊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啊。他说有一些机构并非生产性的，而是处于社会管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他们如果过度忙碌，要考虑自己是否管了不该管的事儿。社会运转的主线索是生产和消费，那些参与管理的机构，社会设计了他们的规模，也就是他们有一定的数量人员和经费，他们的管理工作理应大体由这些人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完成。那些工作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恰当部分，管不过来的可能就是不必要管。如果工作需要长期加班加点，甚至需要外部临时工增援，那么有一种可能，这些管理机构工作做多了，管了他不该管的事情，或者把事情管得过细了，那样的话他们虽然非常努力，但对激发社会活力未必是有益的。这胡鑫老师啊，实际上是现身说法，他说的就是那些事业单位、那些机关，对吧？你的管理实际上就是正常的法定时间就完全够了，你就那么点事，对吧？你比如《环球时报》，你一天就那么几篇文章，就那几版嘛，对吧？每一版就
多少字多少文章都约完了，那肯定在规定时间能做完的，你做不完肯定是干了别的事，哎，这个学习那个讨论呢。这胡锡进老师他就是这个深有体会啊，导致胡锡进老师在《环球时报》上班期间这个出现了性萧条，没时间嘛。那《环球时报》很多文章都是一样的，大家应该看到这个很多网友合集吧。《环球时报》20年前说这个萨达姆为什么不恐慌，前几天《环球时报》又发表一篇文章叫巴沙尔为什么不恐慌，他居然把20年前的文章还能抄一遍，错也错的一样。说来说去就是这些单位他实际上没什么活干，8个小时轻轻松松就结束，那为什么他们都觉得累呢？都觉得忙，都要加班呢？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胡锡进老师说的，管了不该管的事。然后胡锡进老师又说了，他说过度忙碌的各种机构需要自我审视，是否有内部有严重的内卷的问题，如今在国有和民营机构中都广泛存在。也就是说，大家忙碌并非以创造社会价值的真实效果为导向，而是以自我表现、压过同事、交差、让领导高兴为目的，有事做事，没事也要绅士来做。你看看这胡锡进老师深有体会啊，就是《环球时报》内部这种内卷加剧，他不是卷那个文章、卷评论，对吧？卷报道，他不是卷那个本身业务，他是卷其他的事情，让领导高兴，卷自我表现，没有事情也要生出事情来做。这个我以前看到我们一个同事就是这样的，他能早上来把那个笔倒出来，那些小图钉别针都倒了一桌子的事，往那桌子弄乱，开始慢慢收拾。下午再来一遍，显得很忙你看胡锡进老师后面点题了，他说在许多机构我们可以听到大量对内卷的抱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只好随波逐流，写各种各样的报告，开10几分钟就能解决，却拖成2-3个小时的会议，根本不讲效率。说本来为了同样的工作价值可以按时下班，但不得不拖到很晚，并且搭上周末加班，这就是形式主义，对吧？这就是各个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国企、央企每天很忙，但是他不创造价值，那他在忙什么？但是人人都很累啊。然后第3年胡锡进老师又说了，这个加班，周末加班，又说这个机关单位周末加班跟996跟互联网大厂不一样，互联网大厂996说因为员工的抵制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机构机关单位劳动者的休息权利远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上司让直接下属加班，通常是无所顾忌的。他说机构负责人通过扩权来增加 KPI 有了更多意愿，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人都要揽权，都要往上爬。最后胡锡进老师说把过度加班的问题解决了，肯定有助于广大消费的活跃度，经济更多内生动力，那样的话工作岗位就会增加，另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没事干没钱赚的情况也会缓解。一个工作与生活更平衡的社会只会让我们更有生气也更和谐。这个可以说是胡锡进老师对自己在这个《环球时报》工作一点这个心得体会。我们再看看这个最近这2天维维老师又有新的发现。维维老师经过研究他发现美国是个5没有的国家，5个没有。大家看视频美国是个5没有的国家，没有高铁，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没有共享单车，没有安全感。我就想这个5没有这些东西在中国今天是标配。维维老师研究发现，美国有哪个5没有呢？没有高铁，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没有共享单车，没有安全感。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我认为美国应该是6个没有。如果按照维维老师说法，应该再加一个没有，6没有张维为，对吧？这是美国的一大遗憾呢。应该把张维为排第1个，就是第1是没有张维为，第2没有高铁，第3没有微信，第4没有支付宝，没有共享单车，没有安全感。如果按照维维老师的逻辑那可以还有7没有、8没有、9没有。就维维老师他混淆这个视线没有不能，不代表人家没有这实力，对吧？没有安全感是个主观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他不是客观的，所以这个仁者见智，智者见智，这个没法讨论，对吧？有人就说我们这儿有安全感，那你没办法，对吧？他就认为美国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有枪，这是主观认为不太好讨论。那剩下的那些比如高铁支付宝、微信，这个人家没有不会，不代表人家不能，对吧？人家没有是有人家的原因，恐怕他不赚钱，他有其他的替代，对吧？比如说支付，人家也有支付你这个支付宝，你这个微信支付，你鼻祖是谁人家没跟你要专利费就不错了，对吧？你这二维码是谁的？日本人的。移动支付最早是美国人搞的，对吧？你说的这些都是应用，它不是原始的技术，核心技术都在别人那儿。你这个短视频，对吧？也是 TikTok、抖音很火，但是你这短视频技术、流媒体技术以前都是美国人的。这个咱们在应用这块确实
实推广的不错，那是因为你的国情不一样，你应用的好和你有这个技术，这是两个概念。所以说维维老师这个理论啊，确实比较对这个8到15岁的这个认知水平人的这个口味啊，能够遥遥领先，清场是遥遥领先。美国没有高铁，美国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能说明什么呢？这能说明美国落后是吗？这能反衬出维维老师说的遥遥领先，清场是遥遥领先吗？美国的失误之处啊，就是没能培养更多的维维式老师，维维式的人才。实际上美国不行的话可以引进，对吧？给这个维维老师一个绿卡，让维维老师加州老师在美国相会，共同辅佐美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